關注一下過去24小時娛圈視托5熱話。金賽綸被爆曾戀金秀賢6年，家屬斥男方追債逼死女兒金秀賢。聲明強烈否認韓國著名男演員金秀賢因 YouTube 頻道樹研究所3月10日播出的影片而陷入輿論風波。該片指控金秀賢與已故女演員金賽綸曾經交往年，並將其與金賽綸的離世聯繫起來。這起事件發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。金秀賢經理人公司方在同日發表聲明，強烈否認，並指會採取法律追行動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苗僑偉愛女同夏威夷曬火辣身材靠自己進軍荷里活66歲的歌苗僑偉與63歲的戚美珍結婚逾30年，兩公婆感情好，一直是圈中的模範夫妻。兩人的大女苗彤 Phoebe Mio 不僅遺傳了靚樣，更被封為最索星二代。近日，苗彤在 IG 分享夏威夷之旅的泳衣照，曬出健康小麥色肌膚，令最欲火辣身材立即吸引大批網民讚好，直呼星二代最索代表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。韓國43歲男歌手輝勝傳出在家中離世，所屬社證實消息。韓國男歌手輝勝在3月10日傳出當日韓國時間約下午6時29分被發現在家中離世。韓國警方、消防員接到家屬報警到場後，發現輝勝已離世段時間。至於輝勝的具體死亡原因，當局表示正調查，並會將服用過量藥物、自殺等可能性納入類。除此之外，警方亦表示，到目前為止尚未確認步入侵痕跡等犯罪嫌點，正在調查有否遺書與體死亡經過等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。何停婚後貴氣星呢豪住3000萬紅磡樓王名牌加身變身 Chanel 女王 TVB 小花何依婷 Regina 因新聞女王一劇而人氣急升。自2023年與富二代男友 Cedric 喺巴厘島結婚後，生活愈來愈富貴，最近更升呢做準星媽。去年12月，她宣布懷孕5個月喜訊，如今駝 B 近8個月，已經減產專心養胎，但行頭就10級跳，一改昔日慳家鄰家女孩形象，頻頻大曬名牌，貴氣滿瀉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。黃心淼真空上陣，中門大開，不倒空。明顯縮水前 TVB 花旦黃心穎的家姐黃心淼雖然並非藝人，但經常會在社交平台公開超大尺度的性感相，豐滿身材令她收穫不少粉絲。8日她貼出在車廂拍攝的一系列新相，真空上陣，上圍似乎大縮水，不及以往不倒空般澎湃。詳情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。